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来讲大宋朝人冲坐天，开封府包青天坐伫咧公堂顶，跪下正就是民夫真香莲。伊伫咧告冤，要控告东条驸马爷陈世美、负心汉、薄情郎。真香莲开声讲，民夫虽然是偷占现宝，总是望讲大人会当替阮这款无权无势百姓来伸冤主持公道。朋友，偷占现宝成语咧描写啥？占甲宝拢形容词。偷占现宝，讲我着真歹命，真严命，无啥物福分。真香莲安尼伫咧讲，咧表示讲陈世美放杀原配妻尔。结果包青天还未开声，身躯边公孙师爷已经甲包大人教兄啊，讲半当前陈驸马骑马又行刀，去互大人，你伫咧马顶两个相当着。大人你就有表示，讲陈驸马这个人洋洋得意，偷摇买摆。因为这里原来偷成语吼，头拄我咧讲偷占现宝，这原来用偷来形容的啊，摇甲摆拢同词，互相会当通透解说。头啊摇尾啊摆，看起来就国情头拄我咧讲真晓摆的人嘛。结果包青天听着尔讲有影，我会记的。迄当阵对陈驸马、陈世美的印象，毋那敢若偷摇尾摆尔。今仔日国情讲这，拢是台湾话，咧形容人的举止行动，咧形容人的五官表情、样相外观的细腻的成语呢。包青天佫甲公孙师爷讲。迄个时阵，我嘛对甲讲，这个人吐条蛇眼，绝对是心术不正之辈。哦，朋友若这句，就足咸安尼。这原来就是头甲眼拢是五官，啊用吐条、用蛇眼、用动物来形容，就表示这个人，互看到就感觉真无正派，就拢心肝咧想啥，唔才有互人这个印象。当然啦，唔是讲这个人生水生歹，唔是。因为咱讲上游心生，毋则讲今仔日招你研究的，拢是台湾话细腻的成语，拢咧描写人的外观。郭正才用短短啊，这站精彩的故事，青天薄情分，陈世美凡间，拄啊甲连接起来，互朋友较好记，互朋友将这成语继续流传出去，继续甲记好条啦。